来继续是经济部长郭志辉最近嘛引发一个争议，伊伫伊好友的赖群组来转发着影片，这个影片主要是咧质疑着咱的立法院是毋是互阿强掌控了。郭志辉今仔日回讲，伊是转发这个影片面顶的文字，毋是伊写的，伊嘛无详细来看内底所写的言论，这并毋是伊本人的立场。伊嘛承诺讲，未来行事会更加谨慎。只是转发而已，我那个后来有收回了，就是说这个以后我会转发的会更谨慎，那个不是我的意见。解释讲，真正是误会，经济部长郭志辉上任多嘛一个月，话题数真多，这边代志的源头就是这张相片。伫好友的群组分享谈论节目的画面，内容讲台湾立法院早就伫中共掌控。伫节目内底，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基正讲的是韩国驻韩部分期，和台湾随着中国意见方向行。我其实收到了，但是没有完全看完，我就发出去。这个是我坏习惯了，但是我以后会很谨慎。答应讲会更加谨慎，严格详细看卖影片转发的时间点。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12位蔡意瑜委员发言。早上11点45分，专业委员会正在进行立法院集权刑诉法的审查。镜头刷来到后壁，郭部长则都因为对电价言论加做媒体焦点。今摆又搁因为伫开会的时阵宣传争议影片，引发着争议。新冠就诊以及移动拢会互外界严格检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